冇見我依家出得下鏡，以前做運動員嘅時候真係完全唔識得打扮。跟住之後我自己覺得做過最大嘅3個改變，除咗係健身、皮膚護理同埋最緊要係 Cool。當初讀大學嘅時候有先見之明，去咗做傳統嘅 Cool。嗰陣 Cool 用咗5萬蚊，每次教緊牙箍嘅時候都勁痛，忍受2-3年好醜怪嘅樣。但捱過咗之後，覺得呢個係人生入邊最值得嘅投資。都笑得好睇咗，成個面型都唔同晒。之後以為固定器只係戴2-3年就夠，近排又開始歪歪地。好在 Serum 而家推出咗 Serum Clear Light，專為我呢啲2次 Cool 嘅人士而設，最快只係需要4個月，療程費用只係需要13,800，而家有優惠1萬初就可以箍到啦。但係呢啲牙套就唔使好似以前咁辛苦，價錢有均真，根據個人嘅牙齒狀況，或者收費唔會有海鮮價。牙套幾乎係完全透明，冇人會發覺你偷偷地變靚，全程有香港註冊嘅牙醫，仲有 App 嘅專員去同你跟進，我已經完成咗免費線上評估，5分鐘就搞掂啦，準備去診所見醫生。趁暑假整靚排牙，依家係最好嘅時機，記得用埋我專屬嘅鏈接，Cool 有優惠。